海童新聞報導，今次會同大家去睇返黃海童2026年第一個 WTT 比賽 WTT 求勝挑戰賽多哈站女單資格賽第2圈，海童對國家隊削球手朱子瑜。世界排名112位嘅朱子瑜係第15屆全運會乒乓球女團亞軍河北隊嘅成員，亦都係去年國家隊響世界青年錦標賽 U19 女團冠軍成員之一，所以無論響比賽經驗同埋質量，朱子瑜遠比世界排名231位嘅海童優勝。但係大家都知道啦，海童本身係屬於特殊打法，香港隊極少數球手識得點樣去應付削球，而海童都係一個會不停動腦筋嘅球員。第三局2-0呢一分，海童預計對方擊球落點嘅防守反擊，反應非常快，好波。喺各贏一局之後，大家都各贏一局，大分以2-2打成平手。不過唔知點解，當朱子瑜去到熒光幕左邊場區比賽嘅時候，就好似變咗另外一個人一樣，跑動同埋心態都有起伏。會唔會因為係受到氣流同埋燈光嘅影響呢？決勝局就真係要睇臨場發揮啦。海童首先拎住5-3嘅優勢，要雙方交換場區。似乎朱子瑜就已經適應咗之前響左邊場區不利嘅因素，但係大家都一定要欣賞追成7平呢一分。海童爆衝嘅假動作，技術層面真係十分之高。可惜之後海童就無以為繼啦，連失4分，其中包括2次食發球。結果喺差唔多1個鐘頭嘅比賽裏邊，海童總局數2-3不敵朱子瑜出局，比分係10-12、11-9、7-11、11-9同埋7-11，無緣正賽。海童2026年第一個 WTT 比賽就一輪遊啦。海童第2個 WTT 比賽就會喺1月19號到24號卡塔爾鄰國阿曼所舉行嘅 WTT 馬斯喀特挑戰賽，海童會參加女單資格賽嘅。海童加油啊！黃海童第一個 fans page 綜合報導。